哎呀，还以为早就灭绝了。相传这可是斋殿的最佳灵兽之一，成功几率远在火蟒和金丝蚕之上啊！哎呀，斋殿难道是金兄提过的虚天鼎？哎，等，老朽同样欣赏有胆识的年轻人，一看见你就觉得欢喜。怎么样，可有兴趣拜入本人门下呀？青某可还从未收过亲传弟子呢。秦道友，此人与我关系重大，你当真要与老夫抢？哎呦，你又没说过要收徒弟，怎么还怪起我来了？以咱俩这几百年的交情，为了抢个人而大打出手，哎呀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何况就是个臭小子，又不是什么绝世美女。不过，若是让蛮胡子知道这里有一只血域蜘蛛，他会怎么做呢？吾兄可要未雨绸缪啊！你这老东西，好话都让你说了。若是老夫不拿出点诚意来，倒是要叫你给比下去了。韩小子，小子，老夫也愿意收你为徒。你愿意拜谁为师，自己选吧。